葉卓浩願意娶你賴紅嬌作我合法的妻子。我內心知道你將成為我終生嘅朋友、伴侶，我唯一嘅真愛。喺呢個特別嘅日子裏面，喺上帝嘅面前，我願意向你作出承諾，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，係富裕或者貧窮，健康或者疾病，快樂或者憂愁，我將永遠喺你身邊做你嘅丈夫。我承諾，我將毫無保留地愛你，以你為榮，尊敬你，盡我所能供應你嘅需要，喺危難裏面保護你，喺憂傷裏面安慰你，同你喺身心靈上面共同成長。我將承諾對你永遠忠誠，痛惜你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我賴紅嬌願意嫁你葉卓浩作為我合法丈夫。我內心知道你將成為我終生嘅朋友、伴侶。我唯一嘅真愛。喺呢個特別嘅日子，喺上帝面前，我願意向你作出承諾。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，富裕或者貧窮，健康或者疾病，快樂或者憂愁，我將永遠喺你身旁做你嘅妻子。我承諾，我將毫無保留嘅愛你，以你為榮，尊敬你，盡我所能供應你嘅需要，喺危難入邊保護你，喺憂傷入邊安慰你，與你喺身心靈上共同成長。我承諾將對你永遠忠誠，痛惜你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既然新郎新娘已經喺上帝喺眾人面前互相訂立咗一個誓約，喺度請問兩位有冇準備信物互相交換呢？真誠嘅誓約應該會記喺心裏邊，但係有形嘅信物能夠提醒呢個誓約嘅存在。一般人交換信物係中意用金屬，因為金屬比較堅硬，呢個代表住愛情嘅堅硬同埋忠貞。一般人交換信物亦都喜歡用金，因為金係有價值嘅，係高貴嘅，呢個代表佢哋嘅愛情都係高貴嘅、神聖嘅。一般人交換信物中意用戒指，因為戒指係圓嘅，呢個代表住佢哋嘅愛情一直係冇盡頭。因此，當你哋彼此交換信物嘅時候，喺度就要去衷心盼望你哋兩個婚姻關係係忠貞嘅、神聖嘅、為持久嘅。以下係交換信物嘅程序，先由新郎為新娘帶上信物，然後由新娘為新郎帶上信物。帶嘅時候，心裏邊想住一句説話：我用呢個信物去證明我對你嘅